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做伙收听厝边隔壁大家好，咱做伙来读圣经这个单元。我是代班主持梁sen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不知你最近心情好无？敢有拄到值得欢喜的代志，还是让你感觉伤心的代志？还是讲有让你感觉足烦？感觉足歹处理，甚至是无法度解决的代志呢？我捌有这款的经验，就是发生代志的时阵，毋知要安怎处理，心内足压杂，足惊吓。这个时阵，就希望讲有人会当甲你斗骹手，会当甲你讲要安怎来处理，安怎解决代志。最近读到圣经诗篇23篇。感觉得到足大的安慰。即马咱就做伙来读一遍。诗篇23篇第1节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。第2节：伊予我倒伫咧青草坡顶，带我到安静的水边。第3节：伊予我的灵魂苏醒。为着家己的名，引带我行义的路。第4节：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也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伫咧，你的拐仔、你的腿拢安慰我。第5节：伫我敌人的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抹了我的头壳。予我的福杯满出来。第6节：我一生一世得较有恩惠慈爱对着我。我要徛起伫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每一摆若读到这篇诗篇，头壳内底总是会浮出足水的画面，想起着细汉的时阵，住伫咧庄脚，放学转去到厝里，阮就会对着叔伯阿兄牵羊仔去食草。这个时阵，就会想象家己就是这只细只羊仔，无忧无虑伫咧草坡顶食草、伫遐耍。迄种非常安稳、非常轻盈的心情，哇，真正是互人足欣赏的呢。但是，咱人一生却是无可能安尼啊。俗语讲，人生不如意的代志，10项有8、9项。若无就是拄到真歹处理的代志，若无就是拄到病痛，毋知将来会安怎。啊，无就是拄到危险或者是受伤。当咱拄到这个代志的时，就会真惶恐、真紧张，而且毋知要安怎处理才好。记得我细汉读小学的时，有一摆我甲学校图书馆借的册煞拍无去啊！借册的期限煞已经到呢，心内足紧张的啊！心内嘛想讲，我无钱通赔呢，要安怎？后来就是我若煞甲拍无去真正足无面子。这个时阵，我心内是足着急的。其实，伫即马看来，这是一件足细项的代志尔。但是，迄个时阵的我，敢若感觉讲天就要放落来安尼呢，煞毋知要安怎安尼，足紧张、足艰苦的。就敢若亲像咱拄仔读到的经文，但咱是入去到死荫的山谷，这个时阵实在毋知是要安怎才好，心内开始拍算。我若是甲爸母讲，一定是骂甲要臭头，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祈祷啊。甲主耶稣讲，讲来真奇妙，竟然伫一暝咧困的时，我就望到这本册都下伫咧壁橱的角个。册起来了后，我赶紧去这个所在找，这本册真正就点点倒伫咧遐呢。这个时阵，
我的心内真正是足欢喜足欢喜的。哇，主耶稣真正是带我行出死荫的山谷。还有一摆，就是伫咧我拄结婚无偌久的时阵，迄个时阵还阁足少年呢，才20出头岁啊尔。哇，即阵有心，还阁会食会困，嘛无啥物特别的感觉。所以对着讲，有心吼，应该爱注意啥物啊？还是讲胎儿吼安怎生长的？其实拢完全无了解。就亲像讲，几礼拜开始胎儿伫腹肚底开始会有心跳，几个月开始伫腹肚内底会感觉讲有震动，即款我拢无清楚。就伫咧差不多有新9礼拜时，哇，煞开始出血。医生检查的时，透过超音波看到一粒圆圆，嘛无心跳。然后医生就甲阮讲，爱先带院安胎。但是就伫迄暝，就有足大地血角排出来。我的先生足紧张，伊就走去问医生。医生敢若讲先安胎。哇，1礼拜了后，搁再检查的时，你想安怎咧？等1礼拜后检查的时，子宫内底啥物拢无啊啦，空。迄个时阵，心内真正是足艰苦的，足伤心。如果听到人讲，若是像安尼，惯死安尼落体，可能就无法度搁再有囡仔。想到这，哇，心情就搁愈歹啊，就搁愈伤心啊，就亲像天用要放落来。哇！我未来我若真正拢无囡仔，我一定足艰苦、足伤心的。就亲像诗篇这首诗讲的，行到死荫的幽谷，感觉足绝望。但是主要所以足奇妙，伊借着教会一个医生长辈嘴，互我知影讲，胎儿应该到了第6礼拜开始有心跳，这应该是一个无健全的胎儿。所以，这是一个自然的淘汰。这款的解说真正安慰着我。更加感谢神的是，伫咧流产了后，伫我还阁无有心理准备的时阵，随时就阁有心啊。这摆有心，哇，感觉完全拢无同。就伫咧未去病院检查是毋是有心进前。哇！我就感觉开始冰白，想要吐。就是讲生我大汉的时阵，这个有心的镜头和进前是完全无同。神就借着这个无同的情形来甲我讲，来安慰我，互我足清楚这款有心的状态，囡仔才是健康的。感谢主，就亲像做事的人所写的，你的乖啊。你的腿拢安慰我，虽然每一遍有心，我拢吐甲足厉害的，但是这嘛是神咧甲我讲，互我知影，囡仔伫我腹肚内是足正常咧大汉的。感谢主，想起讲第一摆有心佮落体时，就惊讲对答以后就无囡仔。因着伊的看顾保守，伊赐予我3个囡仔，哇！这真正是神的足大恩典。就亲像今仔日咱读的经文最后一节所讲的，我一生一世的确有因为主爱对着我，我要徛起伫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今日这个分享就到这咯，接落来咱要做伙向天顶的神祈祷，哈利路亚！奉主耶稣圣名祈祷，亲爱的主耶稣，你是这么好，阮感谢有了你无煞，你是阮的牧者，所以阮无欠缺，阮通安稳，通放心。虽然阮嘛会拄着烦恼、伤心、无法度解决的代志，但是有主你的看顾引带。
做阮随时的帮衬，阮就无惊吓。你借着各样的方式，互阮无搁再忧伤。你安慰着阮，伫咧人生的路途中，引带阮一步一步行伫咧正确的路上，互阮无伫甲失脚，无伫甲跋倒，而且时常有主你的恩典、慈爱对着阮。主啊，有你甲阮伫咧足好，求你继续引带阮人生的路途。虽然阮知影未来有缘会拄着困难，但是有你的帮衬，阮的确会当安稳度过人生的每一个难关。因为阮知影你写伫咧圣经中的经文，就是你的应允，这就是你上好的保证。我嘛恳求主，你赐福带领帮衬所有听众朋友，互因会当甲阮同得这个福音的好处，成做你蒙福的儿女，一生一世有你的恩典慈爱对着。最后，求你将平安、稳定、福气赐予既若找求你的人。阮愿将一切尊贵、荣耀、乐乐，拢归到你的圣名，直到永远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咱厝边隔壁大家好的节目到这要结束咯。若是你对今仔日的节目内容有感动，想要分享，还是有疑问，拢会当伫留言的所在留落你想要讲的话，甲阮分享，或者是提问，嘛会当将节目分享给亲朋好友。也欢迎到徛街附近的真耶稣教会，甲阮做伙查考真理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欢迎咱后一回空中再相会。耶稣，耶稣，你是我的牧者，有你引带，我拢无欠亏。耶稣带我到伫青草上，你要予我安歇伫溪水边，你要予我灵魂所找，你用你的名带我行正路，我行过死荫，不惊遭害。你用怪压来安慰我。耶稣带我到伫青草上，你要予
客水边。你要予我灵魂所找，你用你的名带我行正路，我行过死，不惊做害。你用我呀来安慰我。一生一世，因为主爱随我，我要定伫主耶稣的殿中，地高永永远远。